3、2、1。綜合活力社區樂領都會涵蓋出租屋邨資助出售房屋。樂領都會正式落成，象徵房協項目發展另一個重要里程碑。項目位於粉嶺百和路，以綜合發展模式設計，喺同一個項目有齊出租屋邨、資助出售房屋同埋長者安居樂項目，充分發揮一地多用嘅優點。項目並且設有寵物友善商場領樂活、社福設施同埋戶外寵物公園，更加係全港首個獲得長者友善樓宇認證嘅項目，全面照顧唔同年齡層嘅生活，達至跨代共融。樂領都會落成典禮喺3月中圓滿舉行，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、房屋局局長何永賢、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，聯同房協主席凌嘉勤教授同行政總裁陳欽勉一同主禮。房協係全力支持政府發展呢個北部都會區嘅，咁所以我哋咧會繼續喺呢個專用安置屋邨嘅呢個項目嗰度咧，我會繼續努力。我哋希望受遷拆影響嘅居民咧，能夠無縫咁樣咧入住我哋嘅專用安置屋邨，達至到創建宜居、永續共融嘅一個願景。如果冇呢個政策，其實係我哋發展北都嘅好多嘅努力咧，係會舉步維艱。一個好嘅政策，今天我諗大家覺得係理所當然嘅，當時其實攞個共識絕不容易。如果唔係有家勤兄出謀獻策，如果唔係房協挺身而出，今天我哋覺得理所當然嘅咧，可能其實不會發生。一眾主禮嘉賓亦都參觀咗項目嘅資助出售房屋單位，並且了解房協點樣善用房地產科技協助物業管理，包括利用無人機清潔大廈外牆，以及巡邏機械狗等。而喺商場就仲有人工智能接待員，同埋呢一個洗手間清潔機械人添。當日嘉賓亦都參觀咗房協第4個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項目聖宜居嘅單位同設施，一個精心規劃嘅房屋項目係以人為本，配合科技，等市民住得更好、更舒適。樂領都會有咁多智能科技管理設施，住喺呢度舒服又安心，真係好幸福啊！咦 ，William， 我同你講緊嘢，你淨係掛住撳電話，係咪有聽緊我講嘢㗎？我喺度 check 緊呢個叫做房協生活 HS Living 嘅 app 啊，睇下屋苑有乜嘢最新通告，遲啲仲可以預約埋會所設施同埋登記訪客出入添。哦。呢個 app 訪客都用到㗎，check 下呢個商場領樂活嘅最新資訊，遲啲仲可以儲埋分添，做到全面聯通住宅、商場、停車場同埋社區資料，真係一 app 在手，服務全有。我而家就睇下商場有乜嘢優惠，同你去醫肚同買嘢啊，行啦！好啊！樂領都會引入唔同嘅智慧科技，希望居民有更多機會享受到科技為佢哋日常生活帶嚟嘅便利同好處，從而為居民創造宜居共融嘅智慧社區。你睇下，商場仲有 AI 接待員，嚟探我嘅朋友都話好快教到佢點樣行去粉嶺港鐵站。我點樣去商場行去粉嶺港鐵站？你可以從主入口出發，向左沿住百和路直行，直到見到隧道。仲有機械人定時定候喺商場幫手洗地，洗得有效率又乾淨。點止啊！洗手間仲有清潔機械人，時刻保持衛生立立令。呢度仲採用咗物聯網技術，除咗睇到商場仲有幾多格洗手間冇人用之外，細緻到連洗手間用晒嘅洗手液同廁紙都一清二楚，咁管理員就可以及時補給啦。仲有，揸電動車嘅朋友有好消息啦！呢度遲啲仲會安裝全港最快嘅電動車充電位，有成700 kW， 嘆完杯咖啡話咁快就充好電。日後北部都會區規模最大嘅電動車充電站就喺領樂活呢度。除咗住宅同商場，房協亦都照顧到老友記㗎。聖宜居就引入咗最新嘅樂齡科技應用，包括可以同長者傾偈談心嘅 AI 機械人，同埋鼓勵長者建立健康生活嘅人形運動教練機械人。
樂領都會係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個重要嘅民生配套項目。喺未來，房協將會繼續致力為市民構建跨代共融嘅可持續發展社區。